性教育，學生有乜嘢睇法呢？呢一日我哋訪問咗4女3男，最細嘅讀緊中1，最大嘅讀緊中5嘅學生。7個人入面有4個都話有同齡嘅朋友已經有性經驗。之前科1嗰陣時聽過我個同學嘅小學同學有一個人科1開包，我嗰屆嘅人就聽講有一個係有，我聽過我朋友講係有，即係有發生過性行為。起初我都覺得好意外，但我又覺得好似而家呢個社會好似好多嘢都變得好快，跟住就覺得好似隨住呢個社會嘅趨勢，好似覺得好普遍咯，好似變得覺得16歲發生性行為會唔會太過早啊？即係好似踩住法律條界咁過嘅。同埋我第一份係當時佢哋思想成唔成熟咧？佢哋做一個行為嗰陣，即係佢哋有冇諗過後果咧？學校推行嘅性教育課程，佢哋有乜嘢評價呢？1至100分，學校俾你嘅性教育，你會俾幾多分？50啊，我就俾咗50至100。50。有學生話學校曾經因為課時不足，直接跳過中1科學有關人類生殖嘅一課。其他同學都有啲shock， 有啲同學玩嚟玩去，即係話點解唔教呢個，或者即係想學，即係點解要唔教咧？佢哋話大部分嘅性知識，例如避孕方法，都係嚟自互聯網同同齡朋友，唔會問父母，學校亦都好少直接教。避孕套嗰啲，佢可能書上面有寫，但係佢哋冇詳細講點樣用啊，然後點樣保護自己咁樣咯。我係讀 bio 嘅，咁我上堂嗰陣學校都會教你一啲避孕措施啦。不過學校嘅講座係冇呢啲出現咧，其實呢啲又唔係咩好難以啟齒嘅事情。我係覺得係一個知情權，即係俾大家知道呢件事，並唔係鼓吹大家咁樣做咯。你做唔做係你自己決定，但係起碼你有呢種保護自己意識咯。